出场来甲咱开刀。大众请起。 请讲师指边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请坐下。见面，各位点文书，诸位见面大家，大家早安。讲师早安。先从新乡感恩着老母娘的慈悲，祖师爷的帮助台湾，师尊师母两位老大的大家，老前人五代医生之庇佑，前人点文书的提法，注意前人大家的鼓励。 咱学校才有遮好的因缘呢，来遮也咱共学习着咱老前人的心声，这个历史。因为学校的本文方面可能较济，所以其他的细节的话，可能要讲的机会可能较少。所以学校的本文当中，伊显示出来就是垃圾的，而且继续着咱拄啊，咱顶一节，咱杨岭人当中叫咱自闭的自然生理优势，这个课程。当然，自然与生理优势当中，拄啊，咱杨岭人有甲咱自闭过，就是讲，伊自然与生理优势当中，伊之所以可以因无人，不因无人而不丰。 伊的重点在于对呢，重点在于讲伊自然伊本来就芬芳的本质，所以伊自然散发出伊本来之芬芳。就敢若讲一只鱼仔会晓游，伊无因为今仔日是开日头，也是落雨，也是风台天。 伊的本质本来就是会晓游，会晓游水的。鸟仔伊会晓飞，伊嘛无因为讲今仔日风台天，也是落雨，也是开日头，伊本来就会晓飞。所以伊的本质既然也是流露出来以后，就袂受到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伊的本质。所以这个就是。 自然生理优势，伊会当袂受到外在环境变化而不好伊的原因。所以，咱老前人伊之所以会用这个主题来咧甲咱讲，嘛是毋忘着讲，咱修道师爱以咱自性之本质。 咱自性当中有啥物本质？咱自性当中伊有清净、有公正、有慈悲、有虚明之本领，伊的本质。虽然外在的人事物的变化，毋过伊散发其本领的时阵，伊袂因为外在的变化而变化，要自然同法。若是在咱的修道书当中。 会因为外在人事物的变化而改变其心，和改变其志的时阵，那安尼伊流露出来，修道书流露出来，毋是伊的本质，嘛毋是伊的本领。所以咱伫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外在的变化，互咱心会改变。 互咱的志会改变，若安尼咱流露出来是咱意识当中的物件，毋是咱自性当中的本质。
当咱咧改变咱的心的时阵，改变咱的志的时阵，就是老前人甲咱讲的，讲做无定力，无回头。所以咱老前人，这个麦克风还佫有量身定做，以后要起来爱心管保护好，哦，量身定做，我用对机吼。所以咱老前人当中，而且恐惊着咱修道士，恐惊咱修道士当，因为环境的变化。互咱本来的本性，咱本来的本能袂当去流露，所以后壁咱来特别强调着定力的物件。所以咱的本文内底甲咱讲，定力是身心堡垒的骨架，定力坚强的修道士，不论面临诽谤、无可，就是身处喜受顺逆，均能稳实定中，不变志向，亦能心静心安，修道不动。哦，定力是定力是心心堡垒的骨干。这个堡垒呢，堡垒就是敢若一个城堡共款。这个城堡愈坚强呢，咱愈安全。这个城堡的这个骨干若无坚强呢，咱愈袂安全。较简单的定义就是安尼。毋过这个城堡在咱的内心岛来讲呢，定力就是咱规个城堡的这个骨干。咱这个骨干当中愈坚强，那安尼咱的心和咱的心就愈安全。所以，当一个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心绝对袂妄行，心绝对袂妄想。啥物叫妄行？啥物叫妄想？妄行的话，就是无依照着伊的本分。无依照着伊的立场去讲话和行为，咱每一位当中是毋是拢是修道士？每一位是毋是拢带着三座普渡之大事之大愿？这个就是咱的本分，这个就是咱的立场。所以今仔日咱若无定力的情形下，虽然咱派着修道士之名。毋过咱讲出来的话，毋是修道士该讲的话，所做出来的代志，毋是修道士该做的代志，这个叫做妄行。当咱定力无够的时阵，咱会产生啥？产生妄想，就是修道士毋是本分内应该有的思想和心念，这个叫做妄想。所以咱定力无够，咱会妄行，咱会妄想。妄行妄想，拢毋是修道士的本分。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一个修道士当中，伊真正有实实在在。落实咧真修实练无，伊的关键伫倒？伊的关键在于伊的定力，伊的定力也会当讲就是伊的火候。修道士伊的关键，是毋是一个有成就的修道士？是毋是有一个成功的修道士？伊的关键在于定力呢？所以，当咱心妄行、心妄想的时阵，
那安尼，咱就毋是一个真守时练的修道士。咱老前人伊的讲的内在的物件就是安尼。哦。啥物叫做定力呢？定力就是静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叫做定力。当咱的心下一个点，咱专心一意，对迄个所在去全力以赴，去融入，那安尼就无事不办，啥物事都拢会当去成就。毋过重点伫对，重点伫咱心要介意何处，要办啥物事，这个较重要。咱的心要介意何处，要下伫啥物所在？互咱若去图书馆的时阵啊吼，图书馆拢有写一句话，写安怎？知识就是力量。知识就是力量。咱会吸收知识原因来着原因，伊的目的就是为着啥？为着物质生活，为着要互咱生活较好过。所以甲来写，知识就是要互你一切当中会产生你足侪物质伊的来源，你的才华的来源。这是徛伫学术的力量，若徛伫修道的力量呢，叫做定性，就是力量。咱的心要定义对，咱的心爱定义咱的自性体内底，咱的心爱定义咱的自性，定义咱的自性骨内底，安尼才会当产生力量。当咱的心定义咱的自性内底的时阵，互咱产生的力量就是啥？就是一股的德性。这股的德性所产生出来的力量就是啥？就是无人不化，无事不成。这个力量会当互咱生成成现。这个力量有多少？所以徛伫修道的力量内底，咱的心爱定伫啥物所在？爱定伫咱的自性内底，毋是定伫咱一般凡间的名利情爱内底。心定即心，神明，神明即精明，精明即利剑，利剑即事顺。当咱心定落来，定伫咱的自性内底的时阵，咱神就灵，咱的神就袂涣散，咱自言而言，当咱心定伫咱的自性内底的时阵，那安尼咱要亲近咱的佛，咱随时要亲近做好亲近，因为咱知影咱的佛是安怎，咱看会到的。感受会到，就敢若讲今仔日即个佛堂内底，咱即马敢会感受到空气？咱感受袂到空气，因为空气是散布于即个佛堂内底，咱感受袂到空气。毋过即个空气若甲伊收纳伫即个纸箩仔内底的时，咱的塑胶箩仔内底的时阵，甲伊直接做伙的时，咱感受会到空气袂？迄个气已经凝结在一起啊，所以咱感受会到迄个气的物件。所以当咱心定落来以后，心定于自性以后，咱会感受到讲，今仔日每一个时阵会感受到，咱的自性佛咧甲咱斗阵咧，咱佛随时咧甲咱讲话咧，咱的心随时拢咧交佛咧客气咧，随时感受会到。咱就是咧亲近啊，神凝即精明。咱的神若会当凝固的时阵，咱随时咧叫咱自性佛。咧有一个契机的时阵，咱会
精灵咧会咱叫做精功，精灵精功随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咱心应该安怎行，心应该安怎想，咱心态清清楚楚。精明即利剑，利剑即顺顺啊！啊，那安尼即个叫做定性的力量啊。所以修道士定力不足，伊的原因来自于身心定于名利情欲内底，即心随其变化而无常，而迁其自改其愿。当咱今仔日定力的不足，咱来甲伊了解伊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咱的规个心，拢定伫对，拢定伫名利情欲内底。因为咱有过去世当中的秉性，和即世当中的习气、的习性，对细汉开始一直就溺爱。就敢若讲，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咱食毒的人，伊敢是足爱食毒？伊敢是足需要食毒？毋是。因为伊食毒已经食调的啊，无食足艰苦。伊毋是足爱，伊毋是足需要，伊是伊食调的。伊嘛知影食毒毋好。啊，若安尼换另外一个角度落来讲，咱嘛知影名利情欲的物件是阻碍着。互咱修道办道无定力的因缘，互咱的心会去变迁，互咱的志会去改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咱拢知。啊，毋过重点，为虾米咱无法度人去改变？因为咱已经调的啊。食调的啊，无足艰苦。名利情欲的物件入来当中，咱自然产生的动作就是会去甲伊集中。即个物件叫做食调的，所以而且才会产生着咱的定力的不足。当咱定力不足以后，就会产生。拄啊，咱用了人讲的，无法度实在，无法度规矩，啊嘛无法度落实，这拢有相互的牵扯关联。所以咱无法度实在，无法度规矩，啊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嘛就是咱无够定力，咱无够尾后，这是拢互相有牵连做伙。所以，当咱的心定于名利情欲内底的时阵，咱平常时啊会感恩哦，会有感恩之心哦。毋过，等甲有人事变化的时阵，咱的感恩之心嘛会产生变化，会安尼袂？绝对的。咱虽平常时啊，知影人精进哦，知影人鞭策自己哦，毋过当甲人事变化的时阵，咱的精进心嘛会改变哦。咱平常时啊嘛，知影人修出的戒律哦，毋过当甲人事变化的时阵，咱这个戒律就修袂了哦。咱知影平常时啊，人要敬畏天命哦。毋过等甲人事变化的时阵，咱敬畏天命的心就产生变化咯。啊，若安尼会产生会变化的物件叫做啥？叫做无回效，叫做无定力。就是咱平常时啊，咱的心拢互咱名利情欲来甲咱牵咧行。互咱摕袂着咱的花球权和主导权，这是咱老前人上界烦恼。
所以后壁咱老前人大概来讲，由定力的修道士呢，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啥？第一，就是合一出众。就是合一出众，这个合呢，就是相合之气，和气必相。这嘛是明主所讲的合言正气。这种气是由道而生，相合之气是由道而生所产生，才会当有相合之气。所以老子大讲道冲以用自行不变啊。在咱修道士当中，若会当以人事物当中拢用道来充实人事物，若安尼所产生之气，就是相合之气。这相合之气内底，拢合不用哦。拢会甲同修，会甲兄弟姊妹留下一个转换的空间。伫咱的内心内底嘛，留下一个转换空间，会留下一个空间，留一个路互兄弟姊妹，当个回头啦。这个也不灵。所以，当咱的心每一个时阵，拢咧为兄弟姊妹留一条路的时阵，所产生出来，就是一个的相合之气。所以，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是以道来充实伊人事物，伊自己为兄弟姊妹留一个空间，咱自己的内心嘛有正大的空间来包容着兄弟姊妹种种的不是、种种的不足、种种的无圆满。所以有定力的修道士就是合一出众。有定力的修道士是忍以自谦啊，忍就是修养、涵养的代表，嘛是德行的全部。所以人若讲咱这人做无修养，咱会受气咧。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咱敢知影，迄个修养的物件是爱伫对来，爱对忍辱来呢。咱才有修养的。咱若无对忍辱来的话，我们谈上修养2个字，还言之过早。德行的物件嘛，是由忍辱来产生的啊。要忍啥？要忍啥？忍因由，忍受着名利情欲之因由，咱来搁去忍受着世间顺逆环境的变化，咱来忍来唔免爱。咱嘛爱去忍受着咱自己的个性，咱自己内底有足侪急性、色性、毒性、水性、动性、安逸之性，这物件敢爱忍耐，敢爱忍受。爱忍耐起来哦，
因为这物件若无咱的性，若无忍受起来的时阵，咱是每一位修道士拢用家己的，咱讲家己的癖啦，家己的癖片来咧修道，来咧办道，来咧办事，若安尼，咱敢会当谦虚？会咧？无法度。若安尼，咱修起来道内底敢有涵养，敢有德性？嘛是无，所以因的物件拢是由内在的咱的性的物件，由咱自己的性地来去忍受。当慢慢咧忍受，咧克服咱自己的性地的时阵，咱就是咧忍。当咧忍的过程当中，咱慢慢会去落实谦卑两字哦。当谦卑慢慢去落实出来以后，咱的德性自然而产生，咱的德行自然而产生。所以有定力的修道士就是忍以自谦，有定力的修道士就是克己立人。克己是用戒律压制自我的意识当中的情欲，用咱的戒律，用咱的15条法规来压制自我意识当中的情欲，这个物件是无好压制。唯一就是咱戒心恐惧，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就是15条法规，得互咱遵循啊。好好去遵循，遵循的目的就是咧压制自我意识哦，毋是咧为守戒而守戒哦，而是咧用来压制自我意识的哦。当有自我意识的时阵，就会产生自私自利的心念；有自我意识，就会产生自作聪明的行为；有自我意识，就会产生自以为是的想法。所以自私自利的心念和自作聪明的行为、自以为是的想法，是在咱修道内底上界大的障碍，嘛是拄啊咱杨领人所讲的，讲毋通造成行功不足，佮做下足济的啥？的业绩，叫做功不得过。功德不得过，伊的来源来自于咱无够落实用着戒律来克制自己的自我意识。有定力的人，伊是量大方宽的，伊的心量就是广大。伊袂去看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种种的芝麻小事，属于自己的代志，伊拢来当做叫做芝麻小事。无啥物代志比超生了事较重要，无啥物代志比道场的团结较重要，无啥物代志比兄弟姊妹的代志较重要。这个叫做量大方宽。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处事方位，就是伊咧处事当中有深度、广度和长度。迄个长度叫做完结。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咧处事一定就是有伊的深度。迄个程度如果迄个程度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内底，深入到自己的意境内底，迄个叫做落实。所以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是一定做落实的，伊是由伊内在当中一件一件、一项一项去落实到伊内在的内心。深处，伊毋是咧做互别人看，
伊毋是要做互足车样，伊是点点滴滴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一项一项去落实到内心深处，即个叫做深度。再来就是广度。 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咧看代志，绝对有伊的看度。伊看绝对就是看整体。你看就是看到团体，看到道体，伊毋是看到个人。这个叫格局，这个叫做广度。来就是伊的远见，这是伊的长度。 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咧看毋是看即世，伊咧看是看万世。所以伊行出每一个骹业当中，就是拢要互咱和学兄弟姊妹有一个骹业能够遵循。所以伊是用伊的精神，用伊内在的德行。 来咧修道办道，互兄弟姊妹当中足明确，知影讲，对就前辈者，伊有啥物行为、什么德性，互咱引以做标杆的。所以为虾米老前人伊有足济伊的过去的筚路蓝缕，值得。 咱这代、后一代，甚至后一代，可以拿出来引以做标杆的。为什么咱的前人嘛会当安尼？因为因咧看代志当中，毋是咧看即世人，所以因做的代志是要形成一种风范，成为一种传统，成为一种的文化。 所以，唯一就是传统文化，甲会当产生一种的德行来流传落。咱的家庭内底敢有一种的文化，这个文化来自于对，来自于士大人，伊的为人处事和伊的精神，安尼敢对？伊会影响落哦，影响到伊的后生。 会影响到伊的孙仔，敢是？迄个叫做薪火相传。咱有一个家，有一个家庭当中，接起来以后，有遮尔济前辈者，几千万的家庭，拢造成着一种好的文化、好的精神、好的德行的话，那安尼是毋是未来世界大同的世走呢？ 这个叫做远见，这个叫做长度。要对对去做起，对咱自己内心深处好好啊去落实，来形成一种的文化，互咱的家庭有一种真好的文化，互咱道中有一种真好的文化。 那安尼，这拢嘛是咱一步一脚印爱去行出来。所以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的处事绝对有深度、有广度，也有伊的长度啦。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是正念自用哦，心不邪思，就袂执犯于走火于淫魔；心不妄想，就袂执上于颠倒妄想。 心不偏私，就袂执情八情分昧；心不得欲，就袂执欲而造福交罪啊！这个叫做正念啊！心不邪思，心不妄想，心不偏私，心不得欲，这个叫做正念啦。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。 咱今仔日有定力无定力，就是表示着咱正念有产生无产生。若安尼用有心不邪思、心不妄想、心不偏私、心不得欲，若安尼就会当来反照咱自己是毋是一个有定力、有果效的修道士。
会写书的时阵，咱就会走过临摹。啊，走过临摹就是叫做无理性，叫做无知。心不妄想就会颠倒，哦，心不妄想，哦，心不妄想就会执上去颠倒妄想。真假不分，轻重不分，心不偏私就袂七情八情分明，袂因为私情而去害着道情。心不得用，就袂招和做福招罪啦。咱若心不得用，咱就袂招罪，袂招福，对啦，哦。啊，若安尼当咱正念以后哦，字较会用哦。迄个字用就是讲咱的愿较会真正会发用哦。所以咱每一年当中拢入下真侪花果愿，入下真侪新春愿。咱会感觉讲入愿归入愿，毋过要将咱的愿会当去发用。对咱内心深处真正彻底会当去发用的，非常的少。其实重点的原因在于咱的念无够正，所以咱的愿流露袂出来。啊，咱的念会无够正，原因就是咱的定力无够，花效无够。哦，所以这是咱头前面上该惊的所在啊！哦，所以。咱头前面咱讲有定力的修道士哦，是正念自用哦。哦，啊，搁来有定力的修道士，就是气妄明真。气妄就是气拄着咱的虚妄的一面，叫做虚妄的一面，叫做无实的一面，虚化的一面，无实在、无落实的一面。这物件会当去去掉，啊，那安尼就恢复到。咱上该珍惜的啦，所以咱上该珍惜的就是啥？就是实在规矩、脚踏实地、好好落实，这个叫做真正上该真的一面。所以虚妄的一面无去掉，那安尼真实的一面自然袂去落实。拄啊，咱进前一课，咱杨领人甲咱讲的，伊嘛无法度去落实。啊，最后一点，有定力的修道士，伊绝对就是自大自高，伊的心量绝对是非常的广大，而且伊的意志绝对非常的坚毅不变。哦，这是真正一个有定力的修道士。老前咱安尼讲哦，这确是真正的明道、修道、行道。真正修道、行道、明道，就是拄啊，咱讲的迄几项方法。啊，这嘛是真正有一个真修实练、有花效、有定力的修道士甲做会到哦。所以定力、花效嘛会当讲，就是咱以后要真正会当明道、会当脚踏实地修道、会当脚踏实地。行道上界重要的一个枢纽，和上界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所以定力和花效是在咱修道士内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所以咱老前大家讲，常言一云，欲培灵山参魔分，先将异地护魔君。果能念念归有念，不下定乐发这心。欲回灵山参魔骨，先将异地护魔骨。顶一课，咱有两日有甲咱处理过。叫咱爱亲亲，毋通反其亲。亲亲就是每一个时阵爱亲近着咱自己的佛，每一个时阵知影咱要去回光返照，
来去找到咱自己的自性分，好好跟他沟通，好好跟他培养默契。每一个时阵交伊较亲近的，唔通交伊疏远，唔通交伊疏远。当每一个时阵，咱若知影人交咱的自性不亲近的时阵，咱自然就会心通啊！咱交咱的心有通无？有通无通？在于讲咱的意地的毛根有拄掉无拄掉啦。所以当咱的心会通的时阵，咱交咱的自性不是有默契的。每一个时阵咧反观自照。所以在咱的一天内底，咱无咧亲近咱的佛的时阵，一个月内底，咱少咧交咱佛亲近的时阵，临时有代志到，咱敢会去想到咱的自性佛？袂。临时有代志到，咱拢去想到咱的师尊师母尔，咱拢无去想到咱的自性佛。咱若想到咱的自性佛的时阵，咱是咧反观自照、自我忏悔。毋过咱有代志到，咱拢想到咱师尊师母，咱是咧毋望伊甲咱排除难关。所以咱拄着代志到，是爱先自我忏悔，由内在意经去忏悔种种的不是。若安尼，你会当做到安尼，就爱平常时会亲呢。袂亲的时阵，咱到尾啊，拢向外咧求婚呢，毋是咧对咱自身咧求婚呢。所以，咱要交咱的自性分会亲，要怎亲？先从意地服毛根啊。对咱的意地内底去服这个毛根，咱的意识当中有毛根无？有，咱的意识当中的毛根就是乱，咱的心意内底就是乱，就是慢，就是牛，就是鬼，就是蛇，就是狂，就是黑，就是鬼。这物件拢装伫咱的意中性内底。这物件甲咱装调的以后，互咱交咱的自性分袂清，所以咱的心拢趴伫外口，拢想外口，目睭看外口，耳孔听外口，足少用咱的自性分来交咱的意境内底咧反观自照。若安尼，咱交咱的分袂清，到尾啊，咱求的拄着代志，到。求的嘛是求外口，对对去求，对顺流动静去求啊啦，毋是对咱的意地内底去咧反观自照，去咧忏悔啊！所以当咱的意地内底，咱的意境内底，阁有真侪这种种的不足、种种的毛根的时阵。是因缘还未到呢。当因缘到的时阵，咱的意境不净，以后所产因缘到所产生的果，是净还不净？是不是有哪不净？所以咱的意境不净，无对咱的因去提起，咱对外在的。表象的物件、虚幻的物件，去咧着这外在虚幻表象这物件时阵，无对内在意境真正去好好啊去提起。若安尼，以后咱教结境教，咱所产生的果嘛是不净。产生的果不净的时阵。看到的结果，就是无定力、无回头。这是咱老前人上解烦恼。这是咱老前人上解烦恼。嘛是会当讲修10天、20天、30天、40天、50天。咱拄咱前人讲的，
1万件虚的不如1件实的。10担、20担、30担、40担咧收的物件，有对内在的意金的物件去落实无？当若无去落实的时阵，咱所收的物件拢是虚的物件，毋是实的物件。如果会当对咱的意金去服务本的时阵，个人念归无念啦，咱的意金啊清清，外在的因缘到，咱的都意内底都无歹的经济啊，缘到的时阵，迄经济，敢会产生歹？袂啦。无歹的经济，意金内底无歹的经济，咱缘到嘛袂去卡着歹的个。哦，所以任何咱的心袂清，心袂清，其实重点在咱的意金不清。啊，若会当念念归无念，不舍因罗发这心哦。念念归无念，毋过嘛爱去落实因罗当中哦。要当达到念念归无念，要去培养出咱的慈悲心出来，要去培养出咱的感恩心出来，要去培养出咱的同理心出来，爱伫对去培养。对因罗当中去培养，所以咱来看过去老前人师尊师母，咱的前因文，因的产生，因的慈悲心，产生着因的公益之心，因敢是走去家己青山果农，家己去遐独修，才产生的，毋是。因会当用生命来实现道，重点是因为伊用生命当中的心和心来彰显你兄弟姊妹的身躯力，才产生生命的光辉的哦。所以咱对伊生命的光辉内底看到伊的慈悲和公义哦。所以嘛是爱融入着生命。融入着兄弟姊妹的道群内底，所以修道办道敢会使离群？袂使离群。修道办道爱融入到道场内底，融入到兄弟姊妹内底，融入到参与着咱的道场的一切内底，安尼自然由咱内在落实去甲伊参与去融入的时阵，咱的慈悲心自产生生命的光辉自然会产生哦，咱的智慧自然会产生啦吼。所以佛经甲咱讲，心之病如草木之根，为气其根，方断了轮回之境哦。来后一段，咱老先生搁甲咱讲，行功不计多少，虽然点滴之时，救治自能成就。青山高岗，中港大海般啊吼。咱老前人特别甲咱强调讲，行功不计多少，虽然是点滴之时啊，救治自能成就。咱老前人甲咱勉励哦，咱要行功爱以啥物为主？行功是用，行功是用哦。要行功爱以定力为主，以定力为体。啊，所以老前人甲咱讲，咱的行功不计伊多少，毋是讲咱的行功偌济，而是重点哦，重点咱有用咱的定力和花效做咱的基础。当咱用定力和花效做咱的基础的时阵，伫咱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咱拢咧落实。
咱拢实在含成分，拢落实在咱内心内底。所以日常生活当中，咱拢点点滴滴咧落实的时阵，安尼咱自言而言，咱的德性就自然流露。咱的德行咧流露的时阵，迄是自言持之以恒。所以咱咧修道办道，常常拢有犯的一句话，咱前辈才甲咱讲的，讲虎头鸟鼠尾，袂当持之以恒。嘛重点嘛是，咱无以定力花效做基础，做本体。所以无用定力花效做本体的时阵，咱所行出来的功，拢袂持久，拢是外在的表象，拢是外在的表象。所以叫咱爱去落实生活内底点点滴滴，无求济，对咱的内在点点滴滴去落实。咱来看点点滴滴去落实咯，咱看到的就是啥？看到的就是伊的点点滴滴咧落实，点点滴滴看到伊的花效，点点滴滴嘛看到伊的德行。所以咱看到咱的单前面和咱单点文书，哦。咱感受到的，看到因，咱就想着啥？迄种的落实，迄种的点点滴滴，迄个德性流露出来，是风止草烟的。这个力量有大无？这个力量是足大的。咱的真言流露出来，这种的物件是风止草烟的。所以来看讲哦，咱最近有咧办2班的咧，咱迄个有伫即几个内底有办2班的联合的体会班，咱前人来讲点外钟的时间，重点咱前人来讲点外钟的时间，伊的德性所流露出来，就是有一种摄受力。所以新道清来的人，拢互咱吓一跳。讲哇，新道清会当叫遐济出来，重点伫个，重点大家就是毋捌要来互咱的前人来普照。这个物件德性的物件是对日常当中去点点滴滴，所以毋通看到迄个点滴的功夫，其实点滴的功夫所产生的德行，真正非常的大，如青山高岗。中间大海办，这个确实真正会成功哦。老前面佫来讲，创造时代道武术是应运顺天，如果软弱无灵，气如灭如，人策作武，误入歧途，误入歧途，写路实在无计可怜啊！咱老前课来讲哦，要创造时代道路，需要是应运顺天。应运顺天就是要爱，然后爱符合市场的需要啦。兄弟姊妹需要啥，咱就安怎付出啦。如果软弱无灵，气如灭如，人策作武，误入歧途，写路实在无计可怜。为什么较会软弱无灵，和气如灭如呢？软弱无灵，伊是咧甲咱讲，咱自认为自己做含慢，咱自认为自己做含慢，结果咱敢会晓做啥？大项拢毋敢学，因为惊压力，惊无民主，惊无时间。惊自己上艰苦，所以我都会晓做啥就好。
我有咧做无？有，我就会晓做这。咱来看讲，咱若处理到国外咧开放的时阵，这开放者大家也叫做爱办法爱管家，大家拢会，袂晓讲道理的去，大家嘛会晓讲，袂晓煮食的去，大家嘛会煮。啊，有迄落要逼着咧，逼着就会。毋过为虾米太无咧伫台湾逼着，一定爱去到大陆，去到开放的时才会当逼着。啊，当要去的时阵会惊袂？会，为虾米会惊？因为真正逐项拢袂。那谢孝讲来讲，我什么都会，只有2件事情不会，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。所以，这当中咱有当时爱去感受到，伫国外的新道亲当中，伊拢具备了诚顺的本质。因自己的内在的生活内底，因对这道的物件有足大的期望，哦。像讲咱遐有一个道亲，咱的庄秀琴、庄前贤，去到越南的时阵，迄道亲咧甲讲安怎呢？讲前言主边啊，你毋通放弃阮呢，你毋通放弃阮呢，恁以后爱过来呢，不要放弃我们啊！你们要以后还要常常来啊！咱这话敢捌离咱台湾的道理，你听到这物件？毋捌。毋过换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咱去，咱会当做啥？会当安怎做？较无算放弃因，敢是去甲看看咧？叫做无放弃因？毋是哦，是爱充实着咱的内在的德性。充实咱的内在的道学，加上着咱的热诚，互因会当一步一步对咱行。这落较是真正，这落较是真正无放弃。啊，毋过要做到这，相对的咱离咱台湾，是毋是有哪一项？每一项当中拢爱去学。拢爱去落实，对咱的意地内底，爱对咱的意境内底爱去改变，才会当产生即种的物。啊，若安尼，咱今仔日都无要去学，无要去落实，行艰苦。若安尼人工，咱要安怎想因讲的讲，不要放弃他们。所以了解你大概来讲，自卑的人容易乱用无聊。哦，啊，若控告的人容易曲履秘语，引插遮护。自高自视的人，会修道士会认为讲，这种修持方法，毋是超生了死的方法。啊，若安尼为咱前人。较早的陈前人，咱点文书，咱的老前人，因敢有其他叫咱无共款的修持方法？敢有？因是用生命来实现一切，用生命来实现道。认真讲，成道咧，互咱看。啊，若安尼，咱搁敢爱搁去曲履秘语，敢爱？毋免啊。咱前人定咧讲来讲。实实在在，安尼修就对啦，哦。所以老前咱人讲啊，讲取米秘密，任插做夫，无伊多消，实在有体可怜。咱老前已经甲咱讲足重的话啊，哦。修道本在超生了死，有利于生死修成，是以愈是愈较艰苦。愈爱创造施世，绝对不为施世所支配啊！修道本在是超生了死，超生了死嘛是咱修道的一个宗旨。毋过，真正超生了死，
咱进前，咱用咱就甲讲的是对咱的意经内底，咱的意经内底，互咱意袂去产生出来。啊，若安尼，今仔日，咱的意经内底即摆的经济无去产生，啊，若以后咱产生的果地嘛是清净。啊，安尼，即就叫做超生了死啊。毋过今仔日，咱修道当中，煞加为着要互咱自性超生了死，而来修作一法门，毋茫互咱会当超生了死。煞无了解着为虾米咱无超生了死的原因伫底。咱袂当超生了死的原因来自于咱意境不净嘛。啊，意境都不净啊，佫用作一法门要来互咱超生了死，啊，若安尼的话到尾啊，有利超生了死的修行当中。哦，所以咱老前面甲咱交代讲，愈是愈较艰苦的所在的时阵，愈爱创造施设，绝不为施设所支配。咱愈艰苦，咱的创意才会出来啦。人讲腹肚枵吼，全部素；啊，若腹肚饱呢，无半苦。咱咧艰苦的时阵，就是咱腹肚枵的时阵啦。会全部素的，迄个全部素就是咱的创意啦，就是咱的创造啦。咱愈艰苦当中，愈会当去创造着，会当去集思广益，会当去创造着真侪生机。所以毋通将逆境，甲伊当做是一种的障碍啦。啊，甲伊当做是咱要创造后壁生机的一种的机会啦，吼。所以不为施设所支配。不为施设所支配，需要先发着充沛明锐智灵，知心下气，普行恭敬，为救世人出轮回正业团而服务啊！啊！咱今仔日要救着世人当中会当出轮回正业团，咱老前有特别甲咱注意。爱先发着明锐智灵，明锐智灵要产生，需要明理。要明理，需要时时回光返照，随时爱亲近着咱的本，亲近咱的自性本，啊，所以。爱有充明锐的智灵，啊，搁爱知心下气，普行恭敬。道真人会甲咱讲即几项的原因，重点嘛是因为即几项，咱务必较容易疏忽。当咱认为讲咱较有才能，咱的知识较好的时阵，咱自然咱的气就压袂落来。上好之气就袂当产生，就会咄咄逼人。讲出来内底的气内底较有傲气，咱自然嘛袂去普行恭敬，恭敬感恩的心嘛自然袂去产生。所以咱若无迄个知心下气和普行恭敬的心。自然而然，含自己要脱轮回都有困难啊，都毋免想讲要救人哋只愿脱离轮回。所以咱口口声声讲要救人度人，换另外一个角度讲，这三个重点，爱去落实以后救人度人的真实意义，啊做了会出来哦。若袂当。明锐智灵，知心下气，普行恭敬，救人度人，嘛是道伊一种的口头禅。所以后壁老师，你到这来讲，凡
凡是啦吼，这个无解着吼。凡是献身医道者，必须遵守领导求信条，以律己入去。要作为领导者，咱老前人有甲咱订立着交个求信条。毋过领导者当中必须爱具备的第一个条件，开宗明义就先甲咱讲献身。这个献哦，献身的意义已经就是咧甲咱讲，叫咱爱全献全献。咱过去你点样师有讲即句话？下财容易下心难，下心容易下心难。好，所以想一个领导者，咱每一位拢是一个领导者。只有做人的前贤的人，拢就是领导者。领导者必须爱具备的条件，第一就是爱献。就是爱献、爱想、爱想，下掉着自我维持的观念，自以为是的观念，下掉着咱种种内在无好的物件，咱的心拢下掉，咱的心全力以赴。这个叫做献，这个叫献。所以，当咱的心若无下掉的时阵，领导者就谈不上。后壁领导到尾啊，会形成无好的文化，无好的风气，结果对互学看到的。拢是咱前辈者、领导者无好的文化、无好的风气，到尾啊会产生问题哦，产生事故咯，吼。所以，咱老前人特别甲咱讲，不应因名利贪嗔妄行、邪行受愤而起斗争。当身为一个领导者，将这个我，将这个我见、我思、我见这物件拢放下的时阵，自言语言、名利贪嗔妄行、妄想邪行这物件，自言语言就无啊，因为伊已经无心啊。所以道场内底一定难免有足侪是是非非的问题点。毋过是是非非的问题点当中，会互咱产生啥？会互咱产生一种的仇恨阴影，而产生的一种的斗争的心态。斗争的心态所产生，就是互咱产生不满、不平、计较，这物件就产生啊。所以，当咱成为一个前贤的人，内在物件搁足侪不满、计较、不平衡的时阵，那安尼代表着咱的心搁无现。所以，护法要交咱计较，咱嘛要交护法计较。规个道场内底拢是非温婉阴影。所以老前人第一条，较先甲咱讲，将咱的心去掉，袂使去斗争。第二甲咱讲用以诚挚的爱心来爱群众，成全善男信女为角路，用咱虔诚的爱心、诚恳的爱心来爱兄弟姊妹，成全善男信女为角路。归哦。这个重点是归，这个归就是咱规个心拢归依于咱的心灰。
规伊着咱，伊规个心就是拢互咱的德性带咧行，这个叫规。所以咱看足侪前辈者，伊虽然毋捌字，毋过伊日常生活当中所流露出来，就是互感觉一种如沐春风，感觉内在一种德性，咱规个心拢去互捏住伊。那迄个就是啥？用德行，互兄弟姊妹摄住兄弟姊妹的心，互伊感受到。我爱对前辈者的路一步一步、辛辛苦苦落实去行，这就叫做成这个爱心。啊，这就叫做成这个爱心。所以成这个爱心，就是对日常生活当中去做起。第三。生人之己者，在人之患；以人之以者，怀人之忧；失人之失者，做人之事。咱老前人甲咱讲即句话，即段话，重点是要互咱叫做异地而处，感恩福报。咱要感恩多报，一定的前提，一定爱。异地而处，徛伫对方的角度来体会这件代志。啊，咱做护学的人嘛爱徛伫组长的角度，徛伫领导的角度，徛伫点文书的角度，徛伫前人的角度，徛伫老前人的角度，徛伫师尊师母的角度来体验着种种的代志。体验着伊的意见，安尼较真正，徛伫对方的角度的时阵，较真正较有一种贴切感觉，较会当去感恩图报。哦，就敢若讲，咱毋望咱的后代徛伫咱爸母的角度的意思共款，徛伫。爸母的角度就是毋望讲啊，会当感恩福报，安尼迄个意见较体会出来，所以叫做异地而处。好，第四，应以大名的服务者自守。啊，咱今仔日所做的一切，咱来以大名者来自称，啊，这是因为一切当中，咱这一切拢是上天予咱的机会，师尊师父予咱的机会，无哪里咱有了缘的机会呢？所以，咱今仔日伫这个修道办道的过程内底，咱咧了因缘，咱是咧了因缘尔，毋过咱拄啊好是师尊师父的分道，咱有机会人去了因缘兼了缘，所以咱做的一切，咱只是大名者，啊，上天予咱了缘安尼。第五，以真感情培养真感情。老前人佫特别注意，叫咱爱用真感情去培养真感情。啥物叫真感情？真感情就是咱的至情。由咱真心当中所流露出来这种的感情，叫做至情，叫做道情。既然若是道情，既然若是至情，敢有私情之分？敢佫有私的物件？无。敢有情欲的物件？嘛无。所以，咱师尊定甲咱讲，
微生佛道先结善缘，要结这个善缘，爱用真感情来结善缘。毋是讲这个人交我讲口有话，我较硬交伊斗阵。这个人对我较有好处，我较硬交伊斗阵。这个人对我较有帮助，我较硬交伊斗阵。若安尼话，这情的物件拢是自私自情，这拢毋是真感情。真感情的内底无输的成分，所以叫咱做前辈者的人，做领导者的人，爱用真感情，袂使用自己的喜好，袂使用自己的兴趣来交兄弟姊妹培养感情，爱用道情，爱用志情。第六。必须常常体恤护学，惦念护学，为护学着想。做领导者必须爱随时去体恤着护学，体谅护学，每一个时阵挂念着护学，为护学着想。当你体谅伊，你惦念伊的时阵，护学感受会到咧，会。所以叫咱爱助入兄弟姐妹的内心内底，行入到伊的内心内底。吼，若安尼的话，每一个时阵行入到兄弟姊妹的内心内底的时阵，伊的心交咱的心就会共心啊。吼，第七。立心行道，为群众谋福利，为往生解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吼，要为往生解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伊的重点在于立心行道。立心行道，伊的真实意在于讲。咱好好啊，倒来落实，这个实在和规矩，实在和规矩，实实在在规规矩矩，好好啊去甲伊点点滴滴，由内心去甲伊落实去的时阵，若安尼，咱叫做立心行道，咱叫做立心行道。咱对咱的15条佛规内底，实实在在由咱的内心清楚，对咱的意境内底，好好啊点点滴滴去甲伊落实的时阵，叫做立心行道。安尼叫做落实。对内心的意境内底，好好啊去啊落实。所以15条佛规，咱。好好啊，甲摕快甲甲伊体会，看咱内心内底，咱落实偌济。当咱点点滴滴咧落实的时阵，咱就是咧为往生解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咱咧落实的过程当中，咱的德性就出来啊。若安尼，护学问会当照着咱的骹业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啊行。这个叫做后代有人啊，薪火相传啊，这个文化就流传落啊，所以重点也是立心行道，关键伫对，关键伫自己的道心特别爱由自身做起，然后使人人不失其利，不失其心啊。讲叫咱啊由自身去做起，爱护人人不失其利，不失其心，讲
爱咱作为领导者的人，做前辈者的人，爱对咱自己去做起。咱自己什么格局？咱的护法叫什么格局？咱自己什么精神，护法就什么精神；自己什么文化，后学就是什么文化。我每句护法当中，拢会当交咱共款，拢会当以身作则。第九，爱感情因果，唯有因果至诚的菩萨心，方能转化后天自私自利的感情，为广大群众无尽大尽化的福利啊！咱来连接着咱的感情，咱连接着咱的感情，因为平常时啊，咱的事情伤过济。所以咱连接出来的物件，拢是咱的事情。如果对咱的内在，咱内在本来就有咱的菩萨心，咱本来就有菩萨的心德，这是咱的本质。咱每一个时阵爱去甲伊连接起来。当护法看见到咱每一个时阵拢是菩萨的心德的时阵，咱的护法的自私自利的心自然就无。所以重点嘛是咧，道这特别交代讲，身为着前贤的人，爱连接着菩萨心来带动护法，互护法唔通自私自利，唔通自私自利，互每一位不管前贤来护法，拢会当为着更大的群众，来谋福利啦，这教的信条是咱老前人特别甲咱定义。毋过要做到这个信条的，一定爱全线。咱规个心一定内在的物件，咱摆的意境内底摆的物件，一定爱写条，这教的信条来做，甲做会到。后壁咱老前人。后壁要甲咱讲分工合作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互我讲较紧。分工爱联系，分工一定爱联系，分工讨论才能各实其心。分工的精神在合作，分工愈精密，意志愈统一，合作愈无间。事业愈能成就啦，老前人咧甲咱讲，要分工一定爱多联系。平常时啊，道场是大家的，大家爱共同来完成的。毋过大家共同要来完成，一定爱多联系。联系的目的就是大家爱有共识。因为共识是由联系而来，平常时啊，理念当中爱有共识，所以交兄弟姊妹斗阵，交同修斗阵，咱前人定咧讲叫咱见道成道，见道成道，其他莫讲见道成道。在见道成道过程当中，就是平常时啊，就是要互咱的理念会共识，咱的理念会共款，所以平常时啊，就是要建立这个共识，所以爱联系。平常时啊，有咧理念，有咧共识的时阵，咱的分工，较会当每一位当中分到的工课，拢是伊会当做的工课，拢是伊会当做的工课。伊的能力上会当做，日子伊做起来当中也真有意愿。分工的精神在于合作。迄分工的过程内底，在于合作。迄个合作的意思，合就是合心。心会共心，做就是做工课。
心会含会共心来做工课，所以当心咧共心的时阵，咧做工课的过程内底，就无迄个不满哦，嘛无迄个计较哦，嘛无迄个细细念哦，拢无哦。哦，因为平常时啊，拢有咧联系哦，理念拢共款哦，所以咧做工课，大家会共心咧，会共心哦。所以平常时啊，无咧联系哦，平常时啊，无咧见道生道哦，平常时啊所讲的拢是其他的八卦哦，是是非非哦。等甲人工要合作的时阵，要合作的过程有啥？有是非哦，有边疗验边埋怨哦，有种种的问题出来哦。哦，因为平常时啊，无咧联系。所以咧合作的过程当中会共心，所以分工愈精密，意志愈统一，合作愈无间，事业就愈成功。咱个分工当中每一位，分工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愈精密，大家拢尽心尽力去做，意志就愈统一。迄个意志就是意志的贯彻，因为一项物件有意志，有斗志，足大的意志咧做，含无斗志意志。足大意志咧做，看会出来，嘛感受会出来，嘛感受会出来。所以，咱前辈才定甲咱讲，每一项代志当中拢有伊的功德内底。啊，迄个功德产生，迄个功德的产生在伊的意志力，在产生就是伊的意志力。所以伊的意志力愈有够了，愈想要甲做好，愈要做甲愈谨慎。愈甲做啊愈圆满的时阵，伊的德性自然就出来，伊的德性就出来哦。当做前辈者的人，做前言的人，伊的意志大家拢做统一的时阵，大家拢想要甲做好，凝聚起来就是这一股道气。互客看到的，新德清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状况？就是一个团结的道场。一个真心的道场，一个有道气的道场，这个叫做意志统一，意志就是爱统一。哦，若爱合作愈无间，咱的事业就愈发展，事业愈发展。学问是人类的天性，凡人类者拢是生于群，长于群，而不离于群。人类学问是咱人的天性，所以咱拢生长于群体当中，你生息嘛，伫群体当中生息的。人类之所以能自貌如隐现的时代进入文明的社会，是因为人类有学问的能力，有爱群的公德心。咱对过去无文明，进到文明，伊的重点来自于来自于咱有学问的能力哦。迄是能力，学问是一种的能力哦。伊还佫是一种德性的哦。所以咱来遮做工课，大家共同来是学问哦。学问是一种的能力，伊毋是一种的德行。毋过爱群就是一种德行。学问的赞助提升态就是会爱，迄个爱群就是会去珍惜，会去爱惜着这个群体。当你爱惜这个群体的时阵，咱所流露出来就是毋敢伤害这个群体，毋敢批评着这个群体。惊因为咱一件代志无细意伤害着咱这个群体，咱嘛毋敢无规矩，伫活动内底毋敢无规矩，惊互这个群体蒙羞。咱毋敢伫这个群体放肆。因为惊互这个群体蒙羞，互新道去看笑话，这个叫做爱群。当咱今仔日会晓去爱惜这个群体的时阵，公德心就出来了。所以咱修办道，需在学群爱群中体现群策群力合群乐群，体现着合群乐群。更要在群体活动中发扬群体性和合作性，伫这个群体的活动当中发扬着咱群体
咱群体的迄种群体性和合作性。群体性和合作性凝聚起来以后，咱这个道场生机就无限。那么我们才能富贵以任何的冲击，以考验，请持守坚决的志向，排除浑水摸鱼之小人，拄欠害群之恶道啦。咱若会当无顾于任何的冲击甲考验，而且会当坚守着咱的志向，在伊个人来讲叫做定力，叫做回效。所以对个人去做起，对个人去做起。若安尼每一位在咧合群的过程当中，咧合群落群的过程当中，爱群的过程当中，咱大家合作，互伊做伙的时阵，咱今仔日咧受着入境。前辈者兄弟姊妹教咱，甲咱牵条的，甲咱扭条的，这个叫做和情，这个叫做爱情。所以咱咧入境是大家甲咱拖条的。咱咧有盲点的时阵，咧无了的时阵，前辈者兄弟招着兄弟姊妹共同甲咱拖条的，这是一种共同的力量啊，若安尼的话。伫咱自己，咱会当通过考验，通过入境，伫咱团体当中，也会当去排除浑水摸鱼之小人，也会当排除着害群之马。以上这就是咱老前人伫这个定力内底，特别甲咱自备，伊有甲咱自备着，咱个人爱安怎做，爱有定力和回效，要成功，爱用定力和用定力为体，成功为用。做领导者的人当中，做前人的人，嘛是爱以定力为体，将咱的内在的歹的物件卸掉，来将入到学群内底。安尼，伫这个嘛是咱老前人，特别伫这个自然生意优人内底，伊内底应有的重点，伫即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的不足，不足的所在，就伫写做咱前人、咱点文书各位前人代表甲学学指导，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众请起。感谢讲师慈悲全道恭，坤道鞠躬。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，感谢讲师的慈悲，请坐下。今摆呢，就是咱的休息时间咱休息到在这个中到到10点那么后呢，才有2点的一个报告，就是讲等下呢需要这个便当加啦加这个便当的啦，请来就要加登记，请来就要加登记。那么第2点呢，就是讲咱这个杨大夫呢，有摕这个目药水，搁这个胃药加这个扫药呢，而且后壁要分互咱若需要的人